公司出问题是安怎都唔爱讲哈？若毋是我无意间为恁朋友迄边知影即件代志，你是想要隐瞒偌久？人就讲好啊，一个人负责照顾老爸，一个人趁钱饲这个家。即摆我这边出问题啊，随找你斗相共，安尼嘛讲袂过啊。你吼，真正戆戆的。我上无爱听就是你大家讲啥物你安怎，搁安怎。咱两个人是一家人呢。啊，拄着困难当然嘛是爱做伙经过啊。毋过这间厝内底有你几十年来的心血咧，你入去啥物人拢搁还毋甘离开啊？因怎要做人，我哪会甘愿啊？所以你毋知会摕风水做借口？我都唔甘愿啊！你吼，真正是乱七八糟呢。大人大姐也家己饲呗。我就想讲，有当时会使换我做老大。你吼，闪，搁闪，我痛，做痛。三八啊！这间厝算啥物？亲人才是上重要。